康熙乾隆嘅御用避暑勝地，今時今日我哋老百姓都可以享受到啊！大家好，我係周老闆。呢個香港直飛京冀蒙三省循環6天，有邊3個省？北京、河北、內蒙古，真係同你以前跟嗰個團完全唔一樣啊！點解啊？全程零購物、零車返、零自費加油，純粹睇風景、玩體驗啊！嗱，本來呢條線路咧係清朝啲皇帝咧個避暑專線嚟㗎，好出名嘅承德避暑山莊、熱河行宮，感受下皇帝級嘅清涼。跟住我哋去內蒙古嘅烏蘭布統呢個地方都好出名喎，因為係康熙乾隆啊打獵嘅木蘭圍牆，坐越野車衝入草原無人區，喺草原嗰度狂奔，勁過坐過山車啦！仲有草原嘅天幕柴歇，專業教練帶你騎馬睇馬術表演，沙漠騎駱駝呢種體驗一般團唔會有啊！之後我哋會去到北京嘅金山嶺、長城同古北水鎮，夜晚睇古鎮燈火，好似穿越古代咁樣，好有詩意。食嗰方面，蒙式火鍋、滿族8大碗、古北烤鴨、密雲燒肉，每一餐都唔重複㗎，包埋酒水添啊！住嗰方面呢，有國際品牌，亦都有當地5星嘅酒店。不過推薦一樣嘢啦，好特別嘅呢間酒店，全國10大特色嘅沙湖集裝箱溫泉酒店，打開露台就可以睇到日落同日出，夜晚仲可以睇星星，哇，浪漫到不得了啊！係應該好多人細個嘅夢想㗎喎。仲有沙漠浸溫泉，你冇聽錯，快啲試下啦！呢次行程玩得盡興，食得地道，住得又舒適，真正純玩啊！仲有4人同行優惠啊！想了解更多行程，打我哋電話熱線26501628，或者去我哋各大分行查詢報名啦。